賭王何鴻燊4房太太，17個仔女。可輿論焦點始終都只關注2房同4房。大房全盤皆輸，3房低調隱隱，2房名利雙收，4房獨辟蹊徑。賭王家族嘅內部輸贏早就一目了然，可誰料令整個香港闊太圈都震驚嘅，竟然係不聲不響嘅3房鄭婉珍。護士出身嘅佢，究竟憑乜嘢能穩居豪門？72歲嘅佢又打出乜嘢意外牌？2025年12月10日，賭王何家又有新動靜。呢次嘅主角唔係商場上叻嘅何超瓊，亦唔係娛樂圈出名嘅何超蓮、何猷君，反而係平時最唔受關注嘅3房太太鄭婉珍。72歲嘅佢出席榮譽博士嘅頒授典禮，俾自己嘅人生又加多個響當當嘅頭銜。消息傳出嚟後，所有網友都為之震驚。喺網友眼裏，鄭婉珍始終唔爭唔搶，性格溫和，而佢身上似乎亦冇能取得勝利嘅資本。所以鄭婉珍嘅結局，難道只剩下安穩養老？說起嚟，鄭婉珍嘅出身喺何家確實唔算高。大太太出身豪門，2太太自帶助力，4太太心有謀算。而鄭婉珍護士出身，相貌普通，毫無優勢。佢人生嘅轉折點就係俾何鴻燊原配黨私人看護。借此機會，佢與賭王相識，而且傳言係被黎婉華推薦上位。因為佢性格溫和，相貌普通，所以稱為豪門博弈中嘅工具。黎婉華想用佢壓制2房，可鄭婉珍根本就冇資本，佢冇正經上過大學，而何家卻個個都係精英，所以佢只能低調隱身。鄭婉珍如今嘅博士帽，或者淨係對曾經嘅回應，但值得注意嘅係，佢已經唔係第一次攞榮譽博士。曾有消息說，鄭婉珍係林肯大學嘅榮譽管理博士，而且仲係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嘅榮譽院士。所以而家別人都得客氣咁喊佢鄭婉珍博士。雖說榮譽博士嘅含金量眾所周知，但對於鄭婉珍而言卻至關重要。尤其係喺賭王家族嘅名利爭鬥中，何鴻燊家孩子多，個個都有本事。喺念書呢件事上，果亦係一個比一個叻。要碎家裏嘅學霸天花板，那必須係賭王。何鴻燊至少攞過5個博士頭銜，家裏冇人比得上。有咁個老豆，細路念書自然亦都勁判。2房當家人何超瓊剛攞中國人民大學嘅名譽博士，而呢個亦都俾佢商界女強人嘅身份又加咗分。4房仲係出名嘅學霸喎，何猷君係麻省理工畢業嘅，何超欣亦都係清華頂尖名校，但4房最先攞下博士頭銜，卻係何超瑩嘅紐約大學博士。大房嘅博士榮譽似乎冇動靜，但原因網友亦都能夠理解。曾經嘅大房子女都個個優秀，可最後嘅結局卻令人惋惜。如今大房已經成為最低調嘅存在，就喺仔女們你追我趕嘅氛圍裏，鄭婉珍嘅親自下場就顯得幾特別。佢喺3房入面第一個攞到博士頭銜，唔靠細路靠自己都算係另辟蹊徑。鄭婉珍嘅博士頭銜俾3房爭足面子，亦都令網友重新看待低調溫婉嘅佢。佢唔似4太梁安琪，把乜嘢都寫喺臉上，亦都唔似2房何超瓊成為商界女強人，卻喺何家嘅榮譽榜上俾3房佔據位置。榮譽嘅超車更令網友睇見鄭婉珍嘅真面目。佢唔愛喺明面上爭，將低調當做保護色，但要如何鞏固自家嘅地位，佢心裏清楚得很。而真正能在何家站穩嘅，佢更係心中有數。比起虛假頭銜，實實在在嘅利益先係硬道理。賭王太太中，鄭婉珍同梁安琪就係2個極端。梁安琪係社交美人，跟賭王就係跳舞相識，而佢自己亦都愛熱鬧，
各種場合都能夠睇見佢嘅身影。性格豪爽，穿得時尚，氣場又足，係公認嘅能幹。陳婉珍就完全相反，鬆唔炒作營銷，佢極少公開露面，反而偏愛安靜獨處，溫柔低調嘅模樣更是令人覺得親近。但所謂嘅溫柔，從來都只是表象，能在賭王家族博弈中留到最後，陳婉珍從來都唔係省油的燈，尤其係對於錢財，更是毫不手軟。香港媒體曾報道，三房手中嘅核心產業都握喺佢手入面。信德中心嘅寫字樓、澳門日元賽狗場，全被佢放進個人信託。換句說嚟講，就係三房嘅錢財房產，全都在佢自己名下。細路們想用錢，得通過家族基金，每個月攞固定嘅生活費。就連佢最痛嘅女何超蓮都唔例外。何超蓮結婚，傳言婚禮花費5000萬港幣，卻係陳婉珍墊付，竇驍婚後仲要還賬。佢唔似四房豪門嫁女直接無償贈與，對金錢嘅嚴控喺仔女婚姻裏體現得最明顯。仔何猷啟結婚時，陳婉珍冇買婚房，亦都冇辦大酒席，只係將自己間房借俾佢哋住，都冇捨得過戶。2020年，何猷啟同齊嬌宣布離婚，對方帶住女，卻只得到每月撫養費，而之前住嘅房亦都被正式收回。反觀四太梁安琪對仔女就大方得多。何超瑩出嫁時，佢出手就係2億港幣陪嫁。兩相對比，陳婉珍對錢嘅謹慎顯而易見，佢絕唔俾何家財富因子女婚姻流到外人手入面。而呢份鐵腕財務控制，成功守住三房家業，但佢為細路們鋪嘅路卻遠不止錢財。松普通護士起步，到如今榮譽博士。72歲嘅陳婉珍走出咗安靜卻分量十足嘅路，博士嘅頭銜更是俾三房增添特殊分量。當二房四房仲喺度忙經商搶佔頭條時，陳婉珍換種方式悄悄抬高自家嘅地位。喺何家嘅隱形較量中，佢嘅棋走得極妙。香港豪門圈裏，錢財從來唔係全部，社會地位、口碑聲望同樣係硬通貨。鬆底層到豪門嘅陳婉珍更深此道，所以佢將所有名氣都用喺公益方面，而呢份堅持亦都換來榮譽博士頭銜。頂博士帽係特殊嘅家族嫁妝，佢冇增加賬面財富，卻提升三房嘅形象同底蘊。往後提起三房，唔再只聯想到賭王家屬，更會記得呢個係有博士嘅書香門第。喺滿眼銅臭嘅豪門中，呢份氣質格外突出。呢個同梁安琪俾細路鋪嘅路完全唔同。梁安琪盼住細路喺商場、社交場創出名堂，陳婉珍卻選更穩嘅路，成為細路嘅底氣。豪門之中，繼承財富之外，更要贏得尊重。如今佢嘅榮譽係佢俾細路嘅另類保障。佢一邊將家族財富賺緊，唔俾財富流失，一邊又用聲望為三房加碼，保障細路嘅未來。呢個可能就係陳婉珍最聰明嘅地方。看似低調安靜，實則早就為細路鋪好道路；看似唔聲唔響，實則步步為營。陳婉珍令梁安琪同香港闊太圈都陷入沉默。佢嘅智慧或者連何超瓊都冇料到。說到底，陳婉珍先係何家最通透嘅人。佢唔爭風頭唔折騰，穩穩賺住錢袋，又悄悄為自己爭得好名聲，抱住地位，一手揸實利益，一手攬住聲望。佢唔聲唔響就佔全里子同面子，呢個先係豪門中能笑到最後嘅真本事。難怪佢令何超瓊同梁安琪都沉默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